哦，无想到按说在凤凤呢，做对出现安太灾难呢。唔但将有托，破坏力又强，韩国热带嘅附近几乎都没有植物可以存活。不过，捏到地图都在空的那个避免啊，都唔想地哦。避免，老凤凤呢避起来，眼看脑避免。错啊，手讲迄秘密嘞，卖得莫约出来而已。哈口往前冲，直到人生密码给。松绑一条虫。相信自家无路用，莫冲就莫放。当当当当，嘿哈个走，当当当当，嘿松个走，爱老爱高松，当当当当，莫强勇，当当当当，眼漂的人。在心中，捏键盘捏梦，总会送出一种歌。看天不迷蒙，大不了去家等起风。天去莫烦，当当当当，嘿哈个走，当当当当，嘿松个走错，老唔错高错，当当当当，嘿哈个走，当当当当，嘿松个走爱留洒在心中。And 就向他走。小朋友，不爱不爱。哦。哦，你用不会的啊，你这样过。没赶上飞机，飞机停飞，航去负责过去。唔咩啦，我迄去送机，孙啥来转去要下，那东西品。送机。敢唔做嘛？个唔先讲啦。错啊。挨着巴肚，唔要爱离开啊。我本来迄想爱走啊，不过我寻到留下来的理由。理由？乜个理由啊？要迄挨哦。哦。莫人讲。你转句，手迄你转句。你转句，我人讲哦，我抢做地做移民节的理由，通多么？我真爱人讲，我莫做你转句的。呀哈，我想做用药的。用药的？哦，做这哦。
哎，小朋友，过来啊！我是妹，因为唔喜欢长留下来的哦。古说俺们留下来的理由啊？我先讲，也没有飞，我没冇人唔强下。你讲正经爱强人，唔爱好好表现。我跟徐瑞成时期，第3年前宣告结束。第一摆抢颜色东西，就是呀，扣分呢。也系俺自家去买，自家切的西瓜的，保证好食。有餐唔讲，我看就一盘西瓜听。你吃了就滴。吃颜色的西瓜叶，咱会按用无筋，系冇会啪啪，冇按甜。吃西瓜没爱推理，我没会啊。其实有一件事情，我当想问，不过我唔识讲过。愿闻其详啊！这样是冇考到医学院，有可能系冇读好。不过转内考冇考过，系因为根本冇去考，错冇？你用的啊？我个推理当强吼，你都在用的耶？除非老外讲，怎么该冇去考转内考？我先讲哦，我请老师来讲法了。你调查我错冇？给我反应对我是一见钟情。要纪念你对学成暗好，其实是比较接近我。汤大出批啦！我是做兽医学系打工，整理资料的时间，看到缺考名单档个有名名诶。按注意我名诶，很爱拗。迄名名诶，当奇怪好冇？杨银泰。你讲按用，就都对本注意到，会感念啊。真你懂听的。兄弟们，用较傻，家妹手会转来。不过，我嘅论文题目还蛮上对的。唔是小啦，冇听错，看到记得我，灵感就会嘣一闪，哎呦，灵感大爆发。唔老到得3年就人强用系冇？迄个冇灵感的。老爱天数啦。如果搞砸这一切，我的未来啊，都要被当掉哎。那还有小猪会照顾的。爱德的小皮球也哈为爱成长，为爱改变。唉，糖豆，爱懂粉体哦。
小朱老师哦，老眼腔哈，听说很幸福。嘿，小竹，阿 Q，妈嘅事情啊？好高夫君又疯疯的，已经很生意冇过去的，不过还是有身上不易熬到。我又同步小风吹的，我想，迄唔迄做底抢唔到提来过去看哪嘞？等下就过去啊。我没去。鸦片，疯疯的就迄对个片搜出来的。你记早身上发现了后，想要去甲处理。用要想去甲处理哦，拢强用的牙齿牙刀。你讲乜解啊？叫人较创业啊！呀哈，用哎，有没有好一点？这3年懂说面呢。Go！领带。小心哦，小朋友，我们往旁边坐一点点哦。老师，先坐下。我先帮你擦药膏。那你从区就选择要调停啊？眼前迄个片拉封锁线，迄幕要着生意都危险呢。那就去好。你们2个脏见面，老累成医啦。小朋友，等一下哥哥用这条线围起来的是危险区，你们不要过去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不该哦。老师，药膏你先留着。如果再发生被火咬伤的话，如果轻微不太严重，你可以先帮肥皂帮他清洗。医生按姿势。补上一点。老师，我们先到隔壁教室休息。小朋友，我们跟老师一起到隔壁教室休息好吗？来，你们走哦。小心。医生就係醫生，動作音呢。你看禮拜阿老爺佢通用哦。要記法，我從細談到大，老快。阿哥，楊啟泰，同學妹。很好。寻找台湾之美，摄影比赛第3名，桂嘉景，超冇。啟泰哥，你用唔會啲？有新朋友見面之前，大家好做啲準備，安用真唔會失禮啊。英泰，牙哥動身體哦。真好戲啦。用了咯，唔一槍都係有意見哦。有阿哥當好呢，我咪希望我有，按呢我就做得意思嘅。今晚要生哎，我就掐天掐地的。啟泰哥，我來呀，有冇先講啊？哪有講啊？有下 mail，人去健身，甚至啲 Facebook 留言，跟我點不要來啊，很富航程表呢。我對誤差的容忍度很低，可是這一次，還出了小誤差。你要狗魔字，我冇人接埋咯，啊？咱本日5分鐘講花嘅太醫生，用不有限來了啊？那喺黑邊因為有配得目的。寄出講我來了，唔當奇怪呢。唔係啦，唔使講冇錯啦，做醫生今天都冇閒，然後你用後誒，你父母都係追求有嘅事情，就連到以後那個時間沒按用，無像到捆從那個看起來幾錢啊？都冇行好嘛？真嘅哦，啟泰哥，規則嘅暑假，英泰就啲嘅無限準備學士後醫嘅考試。大弟，準備3日咩？仲要耐心嘛？我得走哦。俺唔信，英泰真經會按呢。真的啊，
以这个时节，同相信做的是个西瓜饮，希望都市会上出西瓜事体。你家叫饮要安尼，又叫又闹，见讲，我冇事咧，我冇事咧。係啊，老傑講，我試嘅時間會屙出來，其實唔夠。不過叫同學食西瓜，要拜哦，來控制我試嘅時間，嘛點快？快！杨太，那快怎么改？杨吉太，莫大摆说西瓜就讲遐件事情好冇？好了，該咯，乜你試嘅時間，唔做公共事情咯。恋内按挠牛田龟郎是出自于同类竞争意识。哦，杨太，上到牙个新绰号诶，粪龟太。其實嘅時間哦，做公共事情多咧。你多大来这么该啊？阮娘朋友吼，係屬性。有哦。哦，青豆暗豆。太哥，吃西瓜。英太，你啲嘅做乜解啊？听好高铁条诶，听讲你走神体表。做乜个叫佢转去啊？其他个动神气呢？骨条啊！平太，已經唔係想一啲為咗馬來亞。就。错啊，医生按摩喊，哪有时间落叶片了？还是昆虫系的传奇学姐，木林村的山林富裕推手比较了解我。下个，吃西瓜啦。哎，唔記提啊！ OK。陽綜合醫院1年1度的消毒日快要到了，大家決定用了1日，會建議大家喺木林村了。而家空還有眼朋友。其他哥 ，Welcome our family。家境行媽媽留下來一本教民主客家菜書，都好用會抄。嘿，杨太，唔是笑啊，这本重音剧哦，来好好照顧人嘅木下人。对啊。你聽講所有嘅人，係啊，所有人啊，古上嚟嘅家人唔講，唔做你做好準備，睇行了去了。哪有可能？用會冇可能啊！醫生咩係人啊？咩應該愛變了啊？你阿哥講嘅意思是啥？人規家錯嘅人就係醫生嘅，一係冇包含嘅結條數百項體姊妹。用你14而來，總算做得表現民俗經驗成果誒。不過我以後先去買東西，將來拆。移民姐，我讓強阿姨。那就聽說我老愛天數哦。我們呀，人嘅木下人，聽說熱情都來。點解啊？事情太跳誒。謝必太，我哋做得冇？你知道我不會搶娘誒。唔對呀，他就講起，人就輸本權啊。又冇嘢，我捱到申訴啊！我掉啲嘅怎麼辦？唔知哦，捱到我啲嘅做酷些。錯啊！嗌唔啲，嗌啲做乜嘅？小朋友，唱下去。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聽嚟做。會啦。英太，你知道外婆校唔搶你哦？唔知，唔知外婆校結條醫生難體條係有名嘅，搭擺迄隻體房
就会先检查环境啊。哎，太古的口头禅嘿，我看见着东西，看起来动枪里啊，拿显微镜看，全就会群，全就会群，全就会群。太太，唔是诶，某行人色彩难低调诶。跟聊来天数。哎，被我们去哈佛大学以后研读书的时间，哎，得一家人，还以后到中央厨房，老板全部拿出来小偷。移民姐，看起来，爱着要准备对付奥 K 呢。你讲慢点啊。林太，你知道恩登健做会到高标准的医疗级要求嘿？唔怕啦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唔对，上忙出，唔好买烂啊。小朋友啊，第5格、第13格啊，第18排的第17个，这个。小静，叶片很做的，不过叶片有洗过。讲嘛该呀？我迄讲，你先去了，我来洗手好。李大哥，什么？然后洗好伊准备等用诶。我敢用诶，困嘛死啦。然后老人讲，太古诶人民所讲，我孙沙老人唔做好洗好伊种真理。错吼，含有学士后业考试呢。考试台，唔要该时节我去下山啊，老爱带基本的海贼王证啊。嘿嘿。下山记得我去文昌庙拜下，眼手的按的，张靠到太好个。林太，记得先去看考场啊，交通的时间咱算好啦，动创要哦。兄弟，你是谁？你个，安子。你嘿？无，无事情。今你做嘛该按紧钟啊？当然啊，医学院呢，中拜考试台转呢考无考过，一拜哦听说会办灰尘。哦，转呢考。做在看到我下年又做在老你复习考试，林太，懂很晕哦。就会啊，医生家族大会考，100%考会到诶，没问题啦。杨医师，嘿嘿。其他个，唔兴啊。什么太噶？复习应该去搞来就好。你还没底耶？上条是老鸭。唔知道哪地么干咯？我叫小叫皮哦。我个总复习，现去甲青菜讲的什么？唔系咪喺有乜嘅事情，唔記得同我講啊？嚟，我嚟講。講。冇事情。
pass。全部 pass 哦。3对。Game over。哦，大陆在那边出诶。加就问你个无按沟通，还硬了搞啊？哎。问。无诶啦。时代哥，杨英泰哦，金晓搞。老去讲安怎做么个？啊，啥转廿件呢？唔知按模像，拢也够搞啊？啊？时代哥，哎。牙卡做人较多，今日我全部整理好，歹势啊！你先看我的快递啊，做得无？做得啊。最后还有啥看我水运动防疫？哎，我水滴啊。系啊。今日去水塘下。哎呦，好啊。来。其他哥，来拖一杯哦，要给妻子还你。什么？时代哥，你要摆来呀？整期迄EV搞出离行嘿。系啊，搞出离行，迄唔好个太事情，故说我调查清楚。无啥，唔着无希望，英泰，老爱着夹强称，故说派人来调查。我糟，迄讲内向，唔懂啊，嘿嘿。时代哥，唔做唔得欢迎3剑客分开诶。我调查个了，咁简单啊，讲下 Facebook 做得来啊。像迄瑞辰，用 Facebook 当个移民一种相片，唔可以查。乜嘅相片？该死啦！哇 ，Facebook 用好唔多啊！时代哥，我要封锁你。因为封锁你嘅权限。小屁股。哦，限制爱封锁我哦。扮强讲你，你帮错诶。啊！唔听就出卖我！你转过，时代哥救我啊！哦，移民姐，跟阮记，做乜该爱调戏我？哦，做嘛该爱调戏移民姐？我爱翕，没有爱翕来啊？好，唔准叫我去水塘哦。俺无爱老几水强健。哦，用不完呢，用不完呢，哎，用不完的啦，连高天都那就不爱数分，敢不敢淹啊？是启泰哥太强啊！好。好诶啦，唔爱搞诶啦，来，吃点心。好，还要吃点心。纯甘茶，笋干，广州虎头柑，皮后有油，从不喜欢，是少部分可以无农药管理的水果。林太，牙膏真给唔简单哦。佢就叫小叫皮啦。你们姐，有没有？你个点么解啊？做么？你想我来了，从明姐。跟就较先一条诶。敬总哦，
那上面是迄铁观音茶叶饼干，错无？真甜的呢，齐大哥，很强。俺用吃到迄烧焦味啊。弟弟妈给啊，铁观音出去亚杂米西好无？爱当讲老小朱老师强哈做的。小猪老母空哈做的。来，你看，小猪怎么给我送2个东西啊？哦，我唔敬重的哦。哦，原来铁观音米是暗熊哦。喝茶，好饼的，我会想到伫南法读书的时间。齐大哥，你去过法国？哇，欧式学院风 ，It's your style。按呢说茶蹦饼的，要本爱当怀念法国的你嘞。你了解吗？法国文豪普鲁斯特，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平凡午后，喝了一口茶，配了一口点心，一瞬间，所有的欢乐、悲伤就这样涌上心头，于是写下了他的旷世巨作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哇 ，so romantic。呀，出黑艺术家的神饭，俺们爱吃宽呐。做，虚假。一下子嘛，那个人一条无攀法甲强撑。敌啦！张妹妹，大小强，哦妈，转来了。长，哦，张下比行期啊，还有时差啦哈，可以。哦，来先倒几双去哦。瞧瞧，改起身嘛。这边。哎呦，谈下暗枪哦，有太平说，本人也就转了嘿。先生，唔但枪躺下，一下规则的从英居哦，绝对系无菌状态。用微油撇滚呢。河洛台古洛，这个影叫好来帅。嘿。阿姨，先生，伊迄牙膏养起台。哎呦，哎，小帅哥的帅哥哥哦，鸟木卡给种错，唔会查哦。哎，还有乜嘅阿爸阿叔啊，小给本眼哈。一摆哦，硬去了哦，哎呦，看到人哦，怂堆堆哦，快眼哦，亲像爱请杂盘哦。先生，你好阿姨嘞，用无电话转来？哦，提前转移啊，处理烦心莫给事情啊。哦，系啊，告诉秀才几片哦，要总奉过，有真多事情要忙。就连爱哦，下礼拜哦，老弟见面哦，没得沟通出讲的。唔看啊，黑木啊，相思成灾啊。先生，很爱阿叔就好。先生，慢个事。来，一杯。也没老爱哦，看我头家，佮讲哦，你听说要介意。来，看看。快好过后哦，我就做得哦，用这个采集袋啊，进行研究嘞。请讲。先生，安子谁？
关桥，发现说哦，迄个建筑哈，迄英国建筑，因比哦，听讲因哦，研究个验书哦，也去研究题目咧，也请期待哦。林大，高野天数。哇，养生果汁哎！女神真经比一般人还较注重健康，安子说。今日为了洗碗，代表铁质、冻果的骨头。其他哥真经 so sweet。大热给条件面。突击抽考会产生瘙痒，容易发烧，夜间还会出汗，是什么癌症？瘙肿、痒汗、咳嗽是淋巴癌的主要症状。申论题：除了淋巴结，还有哪些器官会发生淋巴癌？皮肤、肠胃道、脑部还有鼻部，尤其是鼻部的淋巴癌特别需要注意。如果已经扩散的话，预后状况会比一般的淋巴癌还要差。动专业呢，英泰萌萌的哦。日前关起来。我都昆虫那个你观察你要同好，没想到你都没注意到亚邦的身边有好事情。好事情？哪有？嘛个好事情啊？哈，有人总裁绝嘿。哪样？对啊，春天来，粉红小花就开诶。春天来，粉红小花，愚人节袂伫哦。唔系讲本来我小猪诶，其他哥，你别抢我女朋友哦。你就说呢？干嘛不会比？臭家庭，那拢像伫，迄个唔咱班男朋友，伫因个初吻，迄个瑞辰，唔伫叫因用我伤的吼。你怎个？对象哦，还蛮你啊。唔是哦，挨做底迄老几结束，唔真爱就唔记得咧。哦，嘿妹，大拜在你脸书按赞那个眼镜男啊。眼镜男。过来啊！按到休上呢，动脑呢，你也动有精神。休上真经动好，伊从树村出去出名稻田，唔像爱安尼呢，做大件事情就要上长久。唔系本徐月这个热情洋洋多啊？哈？可能嘿，
头摆这种人生的现切动荡，爱拔买个梦，上爱那啥呢？但三只的现切的门就会打开来的。有菜爱线，有菜爱行。唔过呀哈，那条门一冲一扇又一扇关起来。我个一扇又一扇啊，你谈唔是啊？我每年，也今年做明秀快乐冇？快乐啊！快乐就好。也摆哦，悄悄出国，这个片哦，紧来紧好。你看啊，这个快好咧，明秀哦爱赚钱咧，哦。哎呀，唔是少啦。妈，爱啲你想讲嘛解？唔过做研究做好每一扇门，系爱切教爱关起来的。关起来，做啲打开啊！哦，就算哦停工吧，我们关起来。大家每乜人啊？谢移民呢，佢也会哦，老门拆脱咧，系冇2年前，我动杀叔出老门拆脱咧，不过还迄本天公吧决定走。唔好爱用讲，爱神望天公吧，因为啊，佢本人去法国做研究，佢本人术士刘尚伟，佢本来一家悄悄，紧好啊。阿姨，怡明姐，你个讲乜解啊？按风喜，我有通到刘尚伟乜解？你也伫刘尚伟啊？哎弟啊，就是树冠城论文的作者，什么？怡明姐。怡明姐，你真经决定爱接触嘛一个研究计划哦？爱支持，爱赞成。唔爱接红颜书嘅研究计划，老尚伟强好。阿年说老巴黎自然史博物馆伫个谈长期合作，上回迄2片的 agent， 伊都建立储备交流。阿年说希望爱留去天数，做我能存的树冠层昆虫相调查。不过，当然爱啊！调查结束以后，将转去做研究，拄拄好。有到哪去诶？哎，哪要做么个？哦，其他个讲，你转古的春田老叶有关系，不过到底係乜个意思啊？到底乜个意思啊？哎，学长，这个上吼，昆虫的观察力没做好嘞。啊，用我老师那个公平用法。哎呦喂呀！讲的说阿妹啊，爱到静静的说阿哥。错啊，去许瑞城也在讲过诶，连亚就看唔出。佢真无讲诶，佢请有心。错，佢当年就动有心，动啥嘛？这个6、4年。哎，有每人啊，唔系因为许瑞城过到真开心嘛？妈，挨老诶，做唔得，这个做唔错诶。老，跟挨嘅面前讲老，歹势啦，没一只意思啦。没一只意思。老係心態，唔係狀態。好咧，後生人，我去請後生人啊！拜拜，老阿婆。拜拜，後生人。做得这样嘞？要下去这样。唔是社會啊，叫人咋安講吧，談唔成嚟啊。莫印第安樣向人嘅神法好冇？唔形成嘅比面太多誒，突然講少一兩隻，本較輕鬆啲誒。有啲事情唔是你管。我用咗你唔可以講啊！聽講已太古咗來，然後唔做好需要嘢種真理嘅。無礙，我拄會到，記得幾保險嘛。啊！記記條落去，唔知攞幾條向下離開。
哎，走。用啊！用不认谁哦？其实我身体不好。那个意思啊？财神会多，用多诶。偏矮啊！按用这本会偏多诶，能用做医生啊？才力有拉差。还记得小朋友老人讲的普鲁斯特这个故事吗？你讲追忆似水年华，幽默什么的啊？庄文静啊，讲不慢堂。我讲文堂的啊。普鲁斯特伊讲因做医生，不过伊无能不靠银行穷用的路去做文学家。其实做这行的路有同多条，研究只有一家选择。啉落来。齐大哥。嘉靖，来落来浪费时间嘅，刚吃饭时间，歹势啦。哦，冇关系啦，俺冇上岸到。齐大哥，左右边。无上岸到。唔讲嘅要啊，你个老太从细到大体质中意嘅生活。齐大哥，唔知嘅哦。强名就看得出来。我亚人不应太，也给他准考证记录副卡，来当带过来哦。有要，哪一包睇？做唔得哦。也迄树荫地嘅说咧，系穿当久，怎穿到暗道诶？骗子太，无吃到牙膏乖乖，佢做得老唔不行强下来啊，做嘛该先接来啊？俺唔想对佢做心理分析，因为不管佢用会上，还可以强用电你脑。哦。你睇。牙膏爱爱哪本呢？佢当当到来哦。哦，谜题揭晓，原来齐大哥爱来老唔送准考证的啦。嘿，我爱看牙大头照。大头照去按用啊？喊你摆张门款啊？唔知嘅竞做乜㗎？加眼看。哦。银泰听作係唔想面對現實，錯冇？錯。董建中，俺想等到考試給你長大考來。哦，你啊啊！聪明太以神梦朱迪亚，小朋友，俺留听话来加值。好啊，不准考哟。这么解啦？大头照有按这嘿。好了，俺慢看。小朋友，俺留用念力穿透信封，好够强用后。耶稣、佛祖、蝙蝠侠、Spiderman，请你注意。
杨英泰，眼馋 out， 手滑 out， 画卡顺利。文昌帝君，请你保佑我们家的银泰。不是，是杨家的银泰，他是我们虎头蜂3结义里面最聪明的昆虫系之光，也请你保佑他能够考上学士后裔。你讲乜嘅？高来，考试做谁啊？哦，做谁？毕业生代表，医学营，常常被忘。唉。上公发哦，讲看啊。唔知道上爱伫13年的过去，上爱伫家己人生规划、家己恋爱观，到底做得有乜嘅办法啦？唔知道你们哪了解杨英泰？我唔知啦。不过，我真经动脑人讲法了。讲法了，因为喏，下次我拿准考证本期的时节，佮表情看起来都奇怪，还有上摆转内考的事情，转内考有乜嘅问题啊？无啦。你迄因为恋爱，故所疑心病变重的吼，一种心情，我没说有过。恋爱，我对佢无啥唔想承认，唔懂猜疑佢，错冇？被费洛蒙占据，眼里只有他，很怀念嘅勇士哦。我无办法想象，移民姐唔要会按呢。嘅勇士嘅爱，你都爱后好，勇些人诶，你还较做地位说是爱，就袂滴诶。移民姐，你做要着要结听，真经动勇敢嘞。后生的世界就会安尼，遇到爱义无反顾。故说我一下应该用会做啊。再食问记就好啊。那迄唔肯讲嘞，迄讲事实证明，佢就会上来骗人嘞。继续准做你看色的13年，迄么你就要去了解。你做乜个按用做？你不然也嘛跟咱题目，有嘛个东西？你不用为了讨好我妈，勉强收我当学生。我讲请你一拜，我动脑你讲法了。我根本无按算，我依靠学士后裔。其他个，按到约的哦。老师老爱讲，确诊吗？确诊。沙山的存入了心肚嘅伤，讲惨惨的用你的
水嘅皮囊。